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将2019年的民主奖授予他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3个人权团体。在美国国会举行的颁奖仪式上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·格什曼致辞说：“维吾尔人不是少数民族，而是有独立国家的一个民族。维吾尔人的家乡不是新疆，而是东突厥斯坦。”香港泛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今天发动反送中游行，吸引大批市民参加，应该是香港历来另一次大规模集会游行。泛民方面将这次游行定性为反送中，即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草案，原因是不相信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可以保障被移交者的人权，以及担心成为遣送政治犯的缺口。民政方面表示，今天全球至少有27个城市发起游行声援香港，包括美国纽约、旧金山、华盛顿、澳洲雪梨、墨尔本、加拿大温哥华、多伦多、英国伦敦、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等。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宣布，参加游行人数多达103万人。香港警方也将估算的游行人数向上调整到高峰时有24万人。川普6月9日发推文表示，美墨协议将在适当之时公布于众，并指出《纽约时报》的相关报道内容不实有误。过去墨西哥和我们在边境上没有很多合作，但是现在我充满信心，特别是昨天与他们的总统谈话后，他们将非常配合，并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工作。现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将有很多合作，这种合作在过去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川普这次在文中点名《纽约时报》，对其报道提出质疑，并表示该篇报道内容不实有误。《纽约时报》日前报道称，匿名的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告诉该报，双方周五移民协议中所包含的大部分内容已在几个月前就达成一致。哈萨克斯坦2家机构当地时间10日凌晨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，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得票率大幅领先。出口民调显示，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得70.13%的选票。世界杯冠军法国队6月8日在土耳其踢欧洲杯资格赛，意外以0-2败给了土耳其。总统埃尔多安庆祝土耳其国家队在202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入选赛中以2-0战胜法国队。埃尔多安在祝贺土耳其国家队的贺信中称：“祝贺我的土耳其”，并附上了球队胜利的画面图。